今天是秋冬防疫专案的第一天。那因为 COVID-19 的疫情在秋冬时间又比较有一个爆发的现象，那所以要呼吁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进出公共场合，包括车内车站大厅或是候车的地方，也希望能够戴好口罩。台南市长黄伟哲手摕着大声公，伫台南火车头内底，向过路民众宣导挂水安、勤洗手、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，避免民众因为无洗礼，成为防疫破口。你看，我们台南市的市民算是很好的，在这一波的上一波的那个疫情中哦，好像我们台南市没有特别，比较那个特殊的案例呀、我们就是老老实实这样做。好可怕啊！没有戴过就会生病了的。如果没电一定有戴口罩，就坐在哪里。其实不管国人也好，不管这个进来台湾的外籍旅客也好，他们讲还是要诚实申报会比较好，因为这个造成了疫情的破口缺口，坦白讲会变成全民公敌，我相信国人都不会原谅，所以我希望说大家还是要做好。那所以我刚刚提到了，我会去到许多移工聚集的场合，来加强做宣导，希望说大家，因为台湾现在已经变成全台湾防疫全世界防疫的模范生了，就像连越南经过89天，89天没有疫情之后呢，它又产生本土病例了。那台湾已经是210天以上没有本土病例了，所以说我们要珍惜这个成果，那千万不能有一丝破口。11月1日起实施的秋冬防疫专案，政府采取3大防疫措施，保障市民的健康，制定边境检疫、社区防疫以及医疗应变等，只有希望大家共同来配合，做伙来对抗疫情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